嘉义市的千秋节是地方传承超过200年的民俗活动。嘉义市的民生国中就老师带学生来记录这项传统文化，搁再用这台语的方式来发表绘本，那增加学校和社区连结，也和这本土语文的教育达成传承的目标。顶啊较悬，顶啊偌悬。12公尺悬着。老师甲学生囡仔做伙讨论着绘本内底的内容。嘉义市民生国中26位学生用当半的时间研究学校附近上帝也讲着传承每200档的海青手比赛。因阁甲研究的内容用画图的方式来出版台语绘本。学着真济文化安尼，嘛是认识咱即区的。即特别的活动安尼，是大人嘛拢有带我去看过迄个活动，迄个活动实在是足特别的啦，就是足悬的千秋嘛，有人去海。咱着爱来了解咱身躯边的文化，了解了后，知影伊的意义，知影伊的价值，知影伊文化的水，咱才有法度甲伊推送出去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这个海青球的比赛是伫上帝爷讲生的时，伫嘉义市区地名下路头才会举办的传统活动，用底甲伫12米悬的半空中搭千秋来比赛。看谁海较悬，学生甲这由来甲演变拢写入去绘本内底，互人会当来了解这项特殊的传统活动。我本来毋知即个活动，画即个绘本了后，我嘛搁想要去了解即个海青秋的历史，嘛想要甲阮的同学做伙去参加。囡仔大汉了，伊个等下看到讲，较早做的物件有这庙仔遮做一个资料，这个是一种。算讲做历史、做文化的物件吼。这本海青秋的上帝也讲，不管是内底的故事，或者是每一个图面，拢是老师甲学生综合完成的成果。学校希望这本绘本唔但记录下路头高空海青秋的民俗活动，嘛希望互在地文化会当用在地语来继续传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